제가 가는 데는 나도 자, 대신은 담배 최상목 산량의 고로 군주들을 만나는 데가 세가 대세가 쉬어져.以前已经必须肃正为政府和民族行为刺激老板的民官与地方政法。那你，他那边那头头边，完了这边，他可是你们给咱上的马路提前的，马上当人了。那我们就是今天听的话，就是初中后3月，然后今天所讲解的就是接着从上次那边开始讲。他告诉你那个大陆的那种的，在他大陆那么说是，第二完全是什么大陆，他的告诉你早的之类的，那个，你知道的。老早前面去嘛，那个记得，那个大陆我们捏吧大概是，但早点的话，太大了，大陆那么学习啊，自己人开始这样做这个早。好，我们今天这个讲的那个本来是在，愿升级理性会议为邪分也污染，如对常理菩萨说，如是常常教导我。他这个人，全就是那个人，大部分的人，那些以前的代表大陆，我在这的，代表我的送的啊。好，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讲的就是按照那个常体菩萨一直善知识一样来去依师之理。他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前人，我在这里大部分我们那个给新人，确保我的这个我们的记得知道这个知道多少大陆，大了这个那个新的东西，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事情，弄的吧。好，所以呢，因此呢，就是一个可以说，因这个是这样殊胜的3愿，这个可以说，常体菩萨一直这个法身菩萨，以法身菩萨对常体菩萨如何开示这个波罗蜜多心经，然后呢，也是为我这个传授这样的波罗经这样子。大波罗经是吧？现在他们写的通，写的他们的写的通，写的大了什么的。依照那个传说，波罗蜜多的含义一样，然后给我传授波罗蜜多之一。现在有把它写的，他这个呢是确定内容千万元吧，确定内容千万元吧，这样吧。好，所以呢，波罗蜜多之意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可以说，这个佛法的真理无垢佛法真理就是一个波罗蜜多的这个意义。所以他在到了到土东吧，他这样的呢，当地说的呢，这就是什么道路的些价位，给我全部意思。现在就考虑什么出行，演员龙威学的基本上是他，我的那个叫做什么道路模式，我的空的人，确认的他不管内容，他不管心里考虑什么，我的这一年的确实，透过多2个钱的，我的全出来的，对吧？我都是那个要。好，所以因此呢，这个然而曾经常体大菩萨为寻求波罗蜜多到幽静荒野地，这样。所以因此呢，曾经这个可以说这个常体菩萨为了寻求正法为了寻求这个波罗蜜多，所以因此呢，这个也是为了寻求佛法的真理，所以呢，这个专门去寻求波罗蜜多正法。讲的是呢，大部分那个人呢，
老的这个就对不起不提的，我们的全网屋的退，也是带你全网屋退用了，以那样，这个内部他多了，就写的地方的一些的，我的却上面的其他的看这几年大头上面几年的头呢，我们这里有什么的就是。好，虽然是一个长体菩萨曾经一至三之事已经听闻过这个众多的这个说法，但是呢，他想要这个听闻佛法的真理像这个波罗蜜多也深深知法的，所以呢，因此想要听，也因此呢，想要听的话，那如何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深深的波罗蜜多？这一般上都是今天的。确量的话，这个特别吃完了，确定都是抗日都是给的给新我的经历的那些，大概上帮清楚是吧？经历我听这个当然我到我去的社会现场，我听这个阶段都是白的吧，俺那有人把拍的，俺那听这个有我的那个这东个这经常的学习就刚起了。所以因此，想要听闻这个清净的正法，要听这个听闻清净的正法，需要一个这个有合格的善知识来传授一个清净的正法。所以呢，这个合格的善知识之前已经有开始过发展。因此呢，为了一个寻求这样一个清净的正法，而行走在荒野之中时，都是经过人山大的冲动啊。养成纪律越大，肉同样没定金，我的肉弄的嘛，他这个帮忙的呢，改掉说的他人力部门呢，下脚所送的，写了一个东西个特别有这个事情，这个改进高的，但那个同样嘛，因为哪个人家差的，人力部这样下不去了，把去的呢。现在有好多情绪的，通过这些他要哪个这些事呀，肯定在这里讲。好，忽然无形的空行中有声音对他说：“善男子，向东方走去，便能听闻波罗蜜多者。”因此这个时候呢，虽然是一个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是一个可以在这个虚空当中听到一个声音，就是说善男子，你去东方的话，才能够会寻获波罗蜜多。这样这个在一个看不到的这样的情况下，就听到这样的声音。方向，东方的方向，这咱这两年的路，你看我是大概看我老说的，你我老说的，差长的因为忙不有个的话，听着一了，听着给的一了嘛上百千的，听着给的2万多块钱的。我的也在院里头了，把马到了钱的，可多个小小的把钱的，你觉得人工没都不行，现在有个东西的，我的觉得通过的是。好，所以因此呢，不过呢，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身体疲倦、昏沉、寒热、危机等莫放在心上，不得左右顾视，勇往直前。不久之后就被那个寻获波罗蜜多者。所以你因此呢，当走在路上的时候，身体一定会出现这个疲惫啦，想要睡觉啦，然后呢寒冷的以及天气热的这样，但是这些都也不要放在心上，不要在意，也不要去左看右看，勇往直前。这样的话，会觉得将来你一定会听到这个深深的波罗蜜多者。现在的那个我们多了，但是这方面是吧？比如说，的那个确保。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有的是。但第一次那这个推荐抗议现在就跑到这个特别多了，那边有些业绩，去了可不能就去提前的掌握巧事，他早在前几天要把那个。好，所以呢，你会去听闻波罗蜜多承载在经函中或在比丘说法的身上。借使善男子，你从何前听闻波罗蜜多，就设想为佛陀，为敬重正法，请追随。
那你呢？我都是就七斤重了讲，第对白是的，第对白有点脑部大了，要么同样讲究什么呢？特别的西北，特别的西北，马迭个没叫我是叫我老说的，家庭的这往那里的这推荐，你看他第给这的年纪的小小吧，就是特别的。好，若见其一无妙玉，要知是菩萨的善巧悟，无信心的。等听闻这样的声音之后，也是这个向着东走去。这一般人讲，这个那是我嘛，大多这个这个起步的那人工没起步的，这个的发起的老法里啊，让这个可能什么方面，工作的方面，他的家庭的起征，如果个嘛这边，他现在有可能什么根本的人都没些说不样的事，他呢，我的主意下小的话，主意要的，那你没家庭的了。然后就这些什么就的，就多上了些，你看，是吧的？家庭的其中如果是他如果自己如果是一个经济状况说，上面我的这个什么关系？走了不久之后，他心想：我对其身未问要走多久，因此我就不知道如何走到还是波罗蜜多之处这。所以因此他一直走了很久很久，总是边走着走着。但是呢，他心里面想，我刚刚对声音没有问到说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听闻这个波罗蜜多者，所以因此呢，他就说我没有问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可以说走何去何处或者走何时这，所以他没有问到多远呢有远呢，就是他有一点是后悔。这个可能是这样，学到旁不穷的，这个没学到呢，是吧？我是聪明的，大几岁写入的把这什么马头就把到，马的土巴的、浙江的、内蒙古的、你这个说法，一两那些个那个侨务人呢，我的这个国际部的去马上就一两些个，人那个大概写的把这些个他们有那么可能忙都得。我的这个，他跟他眼里很大的帮助，他个人是能面对的，个人钱呢嘛，写的比旁边是那个毛东呢，就嘛说，他第一些的嘛，刚才看这种呢，这个条件上面的我都给的，我的都是配备了。所以因此呢，如果说我没有获得波罗蜜多的人我是不行的。为了得到这个波罗蜜多，不管是在怎么样的辛苦，在怎么样的岗位，我对这个可以说毅然决然的都会面对着。所以因此他申请这样的一个决心。我都是觉得下过运气的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方式，经过了7天了。下过运气的呢，对不对？你们这里是不是？对的，这些习惯，那如行动这个当这个团上面一撮过去的习惯我说，是吧？所以呢，过了7天之后，忽然间自己面前见到一尊一见夺意、非常庄严的如来之身。第二呢，这个这个在台上，那都是你可是说的是呢，最初的，我觉得是。对吧？第二个当然确实起过格雷点的，确实特别起过格雷点的有那个小价格的那个亚洲人士，这个不六说，你的去一当登陆给新一当，当我错带的不是，我的提醒习惯，他们讲，我他都是那个，就是他都把这样的呢，确实起过格雷点的这个去采访者，还是比亚洲人士。来过这些说这个齐鲁子曰：赞叹寻求正，善男子妙长妙长正。所以因此呢，这个跟他赞叹说，你如此辛苦的去寻找亲近的正法，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棒正。这让觉得那个以哈人的改变他的给心意的，
大嘛，好的，确错，天能经济的问题的一些问题讲，我的这个材料也是这样讲的，这个那个。以如此坚定的心坚定的心寻求善知识，还有寻求教授班长，曾经过去的所有一切诸佛都也是如此坚定的心来寻求善知识跟寻求教授的长。我的底心习惯是如来佛，差不多。这个过去的一切诸佛如来者。可能比如人类决定的下手所送起当，人民保证安全呢，人不得那个世界的，他中间不一定是对吧？这个中间，日本经常中间上经常安全原点他们就不送错过去，要的是。所以呢，善男子你向东去吧，这个善男子向东去吧。从这到500有寻之处，就有一座妙香城。妙香城是什么样呢？是他7宝的自信被500座那个陵园围绕着，一切功德圆满。但天天给你为钱，老大，这个是一度嘛，天天一点了，像是什么缺乏的，是吧？这些不好的，看吧，人不经常对你缺乏，可有帮助，也才怎么有的了，我直接就要是。这个陵园的中间就这个安住着的法身菩萨，法身菩萨的这个住房是什么呢？有7宝所制止的法身菩萨的住房，就周围呢就是亦有寻的这个可以说这个周围。当然这个回路的这个见面车的时候，这个龙卷不送超过去，我的这个前面。所以呢，不只是一个可以说这样，而且周围都有陵园，而且所有的受用都圆满。天哪，原来呀，讲的是缺乏是吧的，什么情况？缺乏其讲了，好的这个就要 S。所以呢，在这个殊胜的地方，就是安住着大菩萨、法圣和眷属。这个可能他们要的是呢，可能那个他叫我错了，就是那些人就把你写了，那专门也给是第一种的送去当时的，这样第一种的说呢。所以呢，在这样居住在此的是对人们开示般若蜜多讲，因此呢，你去这样一个面前这样。这个印象，你天天是，他这个你讲的什么情况？缺乏天天缺一点那个心理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法身菩萨，也就是长久以来的善知识者。缺一点心理的事情。是你的这个长久以来的善知识。你给心理的，那怎么马上来？叫我蒙古人，你讲你给心理认识。所以呢，不只是今世的善知识，也是一个这个从无数的这个世当中，也是你的善知识者。在这里边，你这这两节的，他的第一个呢，善知识的缺乏功德的基本因呢。这个不提的大家觉得写了一个旁头什么，在往大多，我写了一个旁头什么用处，那第一呢，就是缺乏功能的，他们这样让大家都是那个心理的去采取的，我的这个就是那个这些方面，再把这些把下到结果来说。所以呢，这个现今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不持任何的心劳去寻求。善知识、法身菩萨以及这个正法或者波罗蜜多者，同样的，你的善知识、法身也是曾经也是像你这样般的来去不持一切的心劳去寻找以及医治善知识和寻求这个波罗蜜多。那人吧，现在你对呢，推荐一了几个，有嘛几个熟悉的，我们都写了一个，几个突然有了50钱的，我到这样给的那个。一个老师傅的这个一切嘛，这个钱呢，最后有嘛这个钱呢，都是钱呢，700以内。但是对人嘛，都他写了一个旁边写了，点点的推过来的是啊。
因此你去世不断的作意，不久之后就能听闻这个波罗蜜多咒。不管是再怎么样的辛苦，你不要装在心上，但是你仍然的这个用精进努力的去这个可以说放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寻求善知识的话，不久之后你一定会听到波罗蜜多。谁该找到的，该找到推广的，这就是我道路一个的，对吧？人生差不多的经历是，那这里人该找的推广现在的推广的这个，它就是什么道路的，好像就跟一这个高完差，一高了的人的律师，对吧？律师因为条件的，都是一般的。好，等这样的指示听完之后，长体菩萨心生欢喜，身心遍满着快乐感。因此听完这样的一个开示之后，长体菩萨内心充满着喜悦着，也因此充满着喜悦带来的身心全都是充满着快乐着。这里有个一张，一人的没有呢，女人的话有多啊？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内心当中充满快乐的话，身体自然也是会快乐起来的。但一人结婚，先没法说的，当然就是个道德问题，生病忙碌的，情绪没法控制，情绪忙碌，各个人那个情绪讨论，像就是什么什么情况，缺乏的，大不了对男性的同样有两个，抵抗上面当然特别的。好，无有其他在内心作业，只有心想。菩萨、摩诃菩萨、法身，何时能见到他？所以呢，内心里面只有那个这个法身菩萨，何时能见得到这样的想法以外，其他各式各样或者有的没有的，内心里面根本不会去想到，不会去想起来。都是这样。那原来这个现在嘛，这就是个什么情况，缺乏的，然后呢，大概对能性的同有两个那个的，我的人出去的你都是吧？这就是个缺乏心理活动的什么两个样腿，我的定义自己不同样，说就今天也告诉商业场面的心理活动的什么两个样那个区别的这就是个缺乏的那个，觉得没那么说我是大可的，我的这就是个，我的一些我们不是的那个，这就是个缺乏个缺等当的。我的文化的这个当了说了这一个，有那个情况我们是觉得，我的这个文化的是，我的这个当不让，退了一个缺乏的。好，所以呢，因此这是从十方听到法身菩萨宣说波罗蜜多，现证多方的禅定，也看见无数的诸佛在十方世界中宣说波罗蜜多等这个宣说佛法，赞叹完法身之后，我们法身菩萨就这样的一个不见了这样，所以因此他就这样的一个禅定当中所看到法身菩萨对很多众生都开示波罗蜜多这样。像咱们这个那个确定情况，刚才讲的确定的情况，流马路那个刚才往后讲的那个话，所以呢，为了一个听完这样一个殊胜的正法，所以因此呢，为一个身心各方面都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辛苦来去寻求正法。那这里一个文章，天天讲究什么道路，讲究什么缺乏了高的对吧？口白点的，大气的路水的，讲究什么缺乏各种的多少强。他可能什么讲究是有缺乏的对能这个节，对能这个其实有考虑的是缺乏有样的，但什么听不懂这个的这个说，我的那个拿起来，以这些都现在达到了一个。好，所以因此呢，这个长提菩萨对法身菩萨升起欢喜心，以及信心，以及恭敬心。这个时候，我如何寻找走在法身菩萨前站？所以因此呢，这个长提菩萨心里面只有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得到法身菩萨？什么时候才能够听得到？这个可以说波罗蜜多这样，只有这样的而已，心里面想的只有这样而已。加上的那个文章，那确实知道高阶把的事，是吧？确实知道高方面界限，特别这个刚才讲的那个
所以呢，对这个为佛法、为正法，这个都是这么样的一个心无障，一心一意的去寻求正法。高档的强调什么？包括通过我的就是第一呢呀，那个你觉得达到的程度，心也给自己做到，还在有钱，穿的挺多啊。虽然他自己的这个正量以及这个是成为是菩萨障，但是这个为了寻求正法，为了寻求善知识障，都也是不辞一切的辛劳而去寻求。那我刚才因为呢，你去不去的？可能第一次去看的呢，他修就来说上个了的，哪里有修上个就有个了的。所以呢，如果说伴着我们的话，可以说话稍微用一点点辛苦的话，我们认为说啊辛苦太多了，那这个再就是承受不了，然后干脆也就算了，这样都会心里有这样的想法，是吧？那一张，那你马上说的，最后嘛就会去少了。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的一个这个比如说经济能力不够，也因此就是这样会失去这个佛法。我的这个现象，很多事情呢，在那样的讲就是呢，他是吧？确保大多数的那个，当然的讲就是的是吧？新年，咱的确实跑吧，那种的，社会制度确保有冲突，那个一呢，他大的是有不意识，俺的现在给他的。欧洲的改革计划嘛，这个影响全就是个确保了各地结合有些这样的因素，他肯定国家也少不了东西，是吧？好，所以呢，这个长毗菩萨心里面想，如果说我能够到达在法身菩萨面前的话，那我呢非常的一个贫穷，没有任何的东西来可以承事法身菩萨。也没有任何的器具可以做供养以及做承事者。现在一张他拿那个，就是确保不许有些感染的事。所以呢，我没有任何这个器具或者是没有任何的公平对法身菩萨做供养。现在一般一张他开心呢，人的年过一切都钱是他年过呀，年过就是一来多。大陆的是属于绿的话，重的，第一人他们的开心呢，也不叫我什么的那句话呀。我心里面有这样想到，为了承办供养善知识的材料，卖自己的身体，以及这样是卖出自己身体的价值的办供养善知识者。现在一张这么多开就马来什么的了。所以呢，这个除了这样以外，这个其他听不懂啊，听不懂啊，看要马来什么情况？这个没有任何做不到的事情上。看的是谁呢？为什么呢？可能是说，他们没把的大概率把的那个这个中心，对于因为你说有长的吧，下去都得去水讲东西。你这个没这个他妈如果的去讲，万一我是，好吧？自己从我生以来到轮回之中卖掉无量的自己的身体，欲界因这都是欲界的因，在地狱中锯掉和切掉无数的身体，都将浪费而不是为供养如此圣旨。我的这些我心里2年呢，他的中间修的是的，他的中间修的基本大。说到关于旅游这样做的是，上了地铁给你都钱的，这大概有现在可能呢，中国经常花钱，对吧？但对吧？中国给他多少钱？中国有把他中国这个花钱呢，那个买旅的给你所有的事情，都是的，那个中国吧。好，所以这个呢，可以说走到一边的城市里，谁要我的身体不断要看它，所以呢，升起这么般的这个决心以及勇气，然后走到另外一边城市里，一直在大声的喊，谁要我的身体这样。
我是觉得他家长去，所以呢，用这样的方式来在这里做宣传的。完了就家长中的呢，家长就把开的中国是对吧？你有所有这些个的话，那么你也就不多啊。所以呢，就好比说我们如果说有东西要卖的话，就是要叫卖嘛，大声的喊谁要买这个东西，或者要写广告来去宣传上。可以。这个平常的怎么样？有的你税的是差不多几的。所以呢，这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这个都一直在叫卖，就是说谁要我的身体的。现在有买人上有的见识的，但有的吧，但是吧，讲究什么道德伦理，特别去到高级吧，你把还可以，是吧？的，女的就是超到前面，家的人虽然推到面了前面，女的话没意思，女的把这些是吧？是吧？所以因此就是恶魔知道，这个时候的恶魔知道，就是长体菩萨为正法这样一个辛苦战。因此呢，恶魔心生嫉妒，对长体菩萨心生嫉妒战。嫉妒那个可以说这个长体菩萨为说法而辛苦战。因此这样的时候呢，恶魔用那个隐蔽的这个所谓的屏蔽也好，隐蔽在这个长体菩萨的声音。因此，不让任何人听到长体菩萨的这个叫卖，也因此呢，没有人去买身体的。天天人讲究什么道德伦理，让人我们的团往这边，这么大的高方面嘛是过人的，道德伦理，讲究个道德伦理，但马上就对吧？这到去有个的，对吧？的中国东个的，马边其他的这方面嘛，就这些上面现在的，是全部都差。所以呢，因此呢，然后长体菩萨没完成自己的需求知识障，心想我福报障，所以呢，因此呢，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长体菩萨这个伤心，就是说也没有这个完成自己的心愿，这个可以说没人去买，所以呢，因此呢，在内心就产生一个怯懦症。我是觉得呢，他现在真的路上班到呢，身体的更胖的。俺那没学到没钱，是吧？俺那都现在带着了一个人。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是说都没有任何办法，然后呢，心里面产生伤心难过，以及有点那个怯懦，因此呢，就旁边坐着哭泣着。第一个的呀，还有点经济，他就是什么大公司的，他上班的肯定就得到，是吧？上班根本肯定就得当起到我上班钱。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天上的那个帝释天帝释天是这个心里面想说，他要来观察长体菩萨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或者他的内心够不够坚定，因此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当中，帝释天来到那个长体菩萨旁边的。还有个就是有的反正故宫就是大体的猪八戒是吧？猪八戒往里面干。所以呢，这个帝释天来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身份来的呢？他化身成为一个孩子，来到那个长体菩萨前。但可是老百姓呢，这个，道东俺的那个经过去当过，要是这个经过去当过，第一期都俺没下岗，没谁的，没有干完呢，规律，最近在他中呢，人间模式。这样嘛，在中间呢，你这个人家模式的，不对。所以呢，这个帝释天这个帝释天化成一个孩子的这样一个，可以说对长体菩萨说：“我正欲祭祀上天，需要用人肉、人的肥肉、人的骨髓为做贡品。你若卖给我，我就付钱的。”你绝对让人打，你就哪一个话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出现有人去买着。那一种什么情况道路的，好像干，是吧？当然，人家是拉双上面去的，什么好像搞不成。这个时候呢，这个可以说大菩萨长体内心非常的这个喜悦，这个终于有人要买我的身体了。
但这应该印证在这个国咱们省各他选那个长中面的、特种面的前面，然后苏州那个车动的机构吧，那个的那个也把那跨空的那长生意是吧？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长体菩萨呢，这个内心非常的欢喜心，不做任何的一个蛇疑或者迟钝、迟疑、疑虑，所以呢，拿起一个利刃，拿起一个非常非常很利的一个刀子，刺进自己的这个右臂出血上。天天来也那个人下的这个。再来是用刀子把那个自己的右大腿的肉把它削干净的。都是真的。然后他的肉把那个下巴都，一直那个大腿的肉削到这个都已经跑出骨头来了。好的，都是真的。但肉的下巴，但如果下的如果前的，把它可能重要的。所以呢，把那个肉跟骨头分离，把它那个削出来，然后去卖它。都是真的。他可能但原来然后什么真的，写上这个干的，那个下的都是多了，刚才里面的刚才长的上了口有的。好，所以你因此呢，他内心的喜悦就是说，终于有人要买我的这个肉跟血债。但心里面根本不会去想到说，我这个时候的疼痛、受到的苦、受到的辛苦，根本不会去想到的。现在跟这里呀，提中国的呢，中国社的大的3年大的里呀，中国全部几个长几个人嘛。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户这个可以说有钱人现在有张冲吧。中国给的中国的东西，让给还有看个丫头的嘛大的，这个嘛给通了我们给他们几个，然后下头把到的然后大都是通的不得几个大招呢，这个的那个这个钱的就通过了的嘛。好，这个可以说这个有钱人就是一个商人这样，一个商人的这个有钱人有一个女儿。他在自己的父亲的房顶上就看到有人在那边卖自己的肉，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血肠，从那个自己身体上面削肉啦，切割这样都已经这样的看到了。那就是的。第一家人从那里我们世界上给的呢，还有看个样都不定了，平民国家他平民国的，让人看了我们奇迹。那么第一，我们给外在对管理、看个帮起你代表是，他现在你都是嘛大人对嘛你通过去，他通对嘛呢，讲究什么到东北，长时久了，让你下到差不多了，那学个通的鸟啊的，我们菜，给让你路，他追求绕了桥啊。绕了的呢，对，吹的绕了呢，那的恰是，对吹的绕了是，恰是恰巴块嘛，恰巴块嘛，动的，他看到我们的如是同行一张。马代表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同行一张往上马，花了嘛，8年700万，所以呢，这个商人的女儿，当从房顶上看见的长体菩萨，在一个可以说削自己的肉，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血跟肉，看到这样的时候，从楼下立刻走下来的。都是觉得嘛，朋友对俺那不是那个同样的，我们定样都上说是，咱们看这些话是，对嘛？地不他们那里确实是，大个旅店的人找到掏了钱呢，上这个农具熟悉钱把钱上去。所以因此呢，当这个商人的女儿已经走到这个长体菩萨面前，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他心里面有这样想：若诸圣者，
所有的圣者为佛法自己的身体像草一样抛弃着，那谁会贪恋贪着才受诱着？人生太了概念，你了他，但是呢，你了你各位要些路党、目的党、山党、外党、国党、县党、沙瓦党、麦道党，或者弄老说吧，他们就大概的呢，怕中文的听的、浪的、金啦，但可能但你了面，各位要些，人家不让人有钱过吧？中国有广播印章，搞不清楚嘞，他的印章，你年在那各位有些他山党、木党、或者烟党说吧，了这个蛮多的，如果说各位有些他们就等于这个当地上面上不好。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是商人的女儿，就是一个家庭是非常的富裕这样，因此呢，家庭是一个富裕的这样的情况下，他心里面想说，他这个可以说常体菩萨所需的工具，可以说包括珍珠这个珍宝、金银珠宝以及衣物、首饰、食物、花香等乐器，他从这个可以说他来去乡镇，心里面这样去想。看来是呢，不然说那个，要把它出国了吧？因为这个自己家世是非常的富裕的这样。现在印章这基本上到马菜的马上样是大样的呢，给新的大碗的是给新的大碗的年个月的多少叫我年都一来给我的这个去夸一下。所以呢，他心里面也想这个，我也想去看那位善知识，或者对这个善知识做成事这样。那个当中，那个那个给新的家里钱多，这个我就感觉机会多。但是有时候天天给新的看这个早起不就有个呢，样的讲就一上来，我的怎么画呀？所以因此他心里面就想说这个长鼻菩萨。那么样的辛苦，那么样的付出，想要去见那个那位善知识长，那一定会这位善知识一定会非常的殊胜而珍贵。我也想去看一下，也想去对他做成事这样。原先有企图的，他们这个企图，赶紧得到就这样的吧。所以呢，为了一个善知识，为了正法，那么样的一个不辞辛劳的。这个可能一般人讲，他这个你这个上去考了去，天天的那样我在心里什么时候你他不上吧，电视一方面把你天的是的，还有个电视，他可能讲那个什么时候到过的那个我的落在哈城里面的电波的，那个法国上吧，那一方面我就是想上吧去的，还有个电视讲话，天把他。这个时候第十天已经知道这位大菩萨，这位就是一个长体菩萨，他这个内心非常的坚定，而且非常的忠心，不动摇，都已经这样知道了。都是现在那这边有教了，但是就晓得怎么那些开始去。所以呢，因此刚刚前面这个第十天化身成为一个小朋友，这呢是个忽然就这样不见。他前天可能是说断了有个阶级上的。说不是出断的，所以呢，化身不见之后就恢复原形，恢复什么样的原形呢？恢复地是他，地是地的，地是天的这个自己的原形的。日的不是，马来的明的、差的、刚的、下的这个没事。如是约斩，这个时候有这样说的，第十天，善男子，我不需要心、血、水、肉的。没事吧？你这能写的起多少年数？所以呢，第十天就开始说，我只是来考验你的。你这样的讲话，对不对？我打哈中的，要不这事情的这些不来说。所以呢，这个你这样的做法非常的一个可以说殊胜，所以呢，这善男子妙在。这些专门领导的团队要领导的人把它来说起。他天天你讲究什么大动物，但是大动物，从这个莫打，抓你是他的考的这个要抓你，我们他们听的说的是，但你要提出来，从这个公里，我的可能往下去呢，你有的些，
所以呢，这个可以说，这个长提菩萨跟商人们一起来到父亲的家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商人的女儿把那个长提菩萨带到父亲的家里，给父亲讲给长提菩萨的这状况上。而且跟那个一个正确的我绿色的这个，对吧？送的是绿色的，那老是我绿的钱是老的钱。我有些年的这个有些土毛浪的，人工毛头的，从那有我们给他来的，人工去研究的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将来要的浪费钱少，看看都不这些个大个，长辈浪都说的，我们的拍档这个国家上对没有所话的，下去的说是他从那有我们的牙齿，俺那旁边的我有的些人，从那有我们的。后来那夸张是夸的这个拍卖的，那夸张这个大众去吧的，努力啊，现在的修钱的，但下去了把太多了，大众去吧这些钱，但下去了把太多了。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把所有的缘由都禀报给自己的父母这样，那之后呢，就要了很多的工具这样。供养的东西了。不久之后，所有商人的女儿按这个携带各种的这个珍宝以及很多的眷属一起，骑乘着马车，坐着马车，然后呢前往这个拜见法圣菩萨这样，这个往东方走去。从那有我们拍卖的这个，花的这个什么的配备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这个皮女儿、父母等百号眷属围绕走向东方城。都是在这里了嘛，你养的都是现在大看你我那不是的，这个东西你把牌子这个你养什么系列的，下出去统计的情况，原年的第一轮的这是什么情况缺乏，第二错加差。加多土毛的，缺什么的？他如果都是结了一个。所以呢，因此这样走向东方之后，从很远的地方看见妙香城，一个城市叫妙香城中有大菩萨法圣为这个可以说众多百千民众传说佛法的。这个印章他如果你这个印章。这通人全就是个道路过了，给侬生的人的电话打过，特别是这个道路过了，这个生的电话还讲这个各地里面的那个绝对性的去做一个的。好，所以呢，因见此者，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者，长提菩萨获得如比丘安入静语中的快乐者，所以呢，这个长提菩萨内心当中这个升起这个无法形容的一个愉悦感。这一般一般他扬州的城市是缺乏一万一张呀，这个我的新的难度，可能是从新的可能要了，慢慢新的或者当时弄的或者这个要嘛是吧？忙些新的必须当的，新的可能就重要了吧？都是常新的可能变重要。所以呢，这个长提菩萨和那个比如说500位眷属，通通这个启程坐在一个马车上。那时候古时候，这个所有的交通工具只有最好的就是马车站，没有像现在的这样一个汽车站，所以因此他们都坐在一个马车上。所以呢，不是讲说马到成功，他已经成功了。马车上最后就马到成功了。你这一本上，按照讲，如果你都是到学吧，给新这个印章，他现在哪里有些都给新有种种的话，那个出的地方去，人这样的，但是差不多的呢，好的几个嘛，现在的管理，那就太危险，这东西。所以呢，因为从马车上很远的地方看到马圣菩萨这样，那心里面就想说，坐在马车上去这样的话是不如法不如理的这样。因此呢，
长体菩萨以及500位眷属女士全都从马车上下来了。장제 삼바테 스타 소매의 부모가기 와시 우리는 다데 다 딱그는 소매의 부모 코다 지었다 마게 코마게 도와 이 당시 화면에 대표하다 所以呢，这个长地菩萨呢，就有那个随从的就500位眷属上，这个可以说是商女等500位眷属一起这个可以说去走去的。都是特别的，那个办这边的那个中间规定有强制什么结果，确保有中的说的是，把特别的，那你强制什么结果确保了，确保你一切都是的，那个特别的怎么强制什么，确保那个确保一切都，买到党、东归党、城安党、中国党、前面党。那可以那个话，那边中国那个或者这个长安会长，那你各党都的延伸党、盘点党、站点党、社党都以前嘛老说的全镇党的哪个关系道理都一起的，就这个的。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可以说。非常庄严的妙香城大菩萨摩诃萨菩萨法圣菩萨面前去展，为那个菩萨摩诃菩萨法圣做供养，为了这个做供养展，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像花蔓、香珠蔓、涂香、粉物、宝伞、法船、幡、檀香等金银珠宝等所有的供物都抛洒在空中做供养，边抛洒边走着讲。都是现在。到了印证，我们到研究那到个确实长毛的买到的嘛是我的，他们就是缺乏的就定了买到康都这个是的缺呢，买到都50些的，他买到他看他确实就就是买吧，到你缺乏缺乏印证，第二呢，或者给心里缺乏的物理退的样，买到个康都弄到钱的，都是差的。所以因为这个长体菩萨以及他的这个商人女等这个500位眷属，把所有的供物，把它花蔓、花香、珠蔓等等都抛洒在空中做供养这样，因此这个如此花等做供养的东西都变成什么呢？都变成一个法圣菩萨的头顶，变成一个花所形成的房屋这样。看过这么拿到钱。花所叠起来的房屋一样的。当然，这个社长王老师说，那个他们是哪怕是下面看那个，你知道不？往下看到这个把茶，我这里给了一个。这个金银呢，这个供养抛洒的供养当中有金银这样，金银珠宝。那金银珠宝的这些的话呢，变成一个空中的坛城了。我的这个个人目前给大家讲，目前当初经过票啊。我就都是。法衣服、衣钵宝，则变成各种的珍宝的云坛城的。天然讲究什么结果，大规模大，从那个我们老师我们阿家我给他办，给他给写了一个跑路的情况大，讲究什么结果，确保的目的节内，然后他的讲究什么结果，确保也小了，我对的强杀性。他们家的最近都是按揭的，讲就是个全按揭的，这是个大多国的，中国人我们家的说嘛，都有考虑，他们这个给些全按的结了，都是老大的结了。所以呢，这个长体菩萨以及商人的女儿以及500位眷属，都已经亲近到法圣菩萨了。这呢，想到恰菜。所以呢，这个法圣菩萨的足浅行引领着。他们这些真的像就是但是有一些缺乏各种真的50块来的。所以呢，合掌安坐在法圣菩萨的周围。在这里嘛，也是带的人朝这个块呢，大家就是个什么情况，缺乏了的呢，是吧？那俺觉得
你国外年轻人专门去过是的，如果要学年的，那你跟这个新年的这个节日那个高考的节日这个什么，我要学，你这个跟着就学，那一般。好，所以呢，对那个菩萨、摩诃菩萨、法身、报备曾经如何的变化跟请示诸使者，所以您针对一个法身菩萨禀报请圣请示这个过去当中对这个为一个寻求善知识，为了寻求正法，如何的去辛苦，以及对佛法的一些这个可以说都做请示着。去年这就是个这把个大家东西，这话当然这个你都有投资，搞完这把老师说，他们这个是这个的呢，要不这什么的，反正也是都还是牛强。好，所以你因此呢，法身菩萨妙答所问诸使者，因此呢，这个可以说这个过去当中的一个可以说发生的状况禀报，以及所辛苦的，这都是一个非常的这个认为这个殊胜者，因此这个善知识法身菩萨非常的欢喜的。但人呢，你到东北，人呢挺亲切，但到东北，是吧？你要是挺亲切的呢，你可以但可是的话，这个人相对地位来多，大个旅客们不如些那个旅，人家不理，对吧？都是现在，看你说呢，你看，你讲就是个，缺乏的那个小技术的意思。小技术的意，这一般在没有另外一种差不多的意思，现在另外一种差不多就往这个。好，所以呢，这个长体菩萨为这个法身做仆人自身做供养，即以供自身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从今天开始长体菩萨要做法身菩萨的侍者。所要都这个一切都他要做服侍者，因此呢，他的身口意全部都供养给法身菩萨。现在说，别人说呢，咱来说呢，我觉得你的小提琴的意思。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你的侍者。这咱们这另外一种怎么不的意思？因此，我的身口意全都要做供养。第一，人就到创业的我叫过他们这的给让个人就创业的缺乏个。同时，商女等500位自身和一切受用都供养给法身菩萨。天天讲就是个缺乏，若对嘛都定义在就是的，要不工作就是。然后呢，法身菩萨入定7年长，那个时候呢，法身菩萨开始去闭关7年长。这人生若对嘛都过不了嘛，他的缺哪要办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现在还是要等这个入定7年，所以呢，到目前还没有传授佛法的。这种若对的话，过不了，所以呢，需要等待7年的。那这一个不多嘛，是吧？如果说换做我们的话，可能我们等不了了。那我开始就是老表了，说不定这个几个月就已经走掉了。那个没有是吧？因为事情很多嘛。这一般咱我对你那呢，你们大概这些那个咱就是个缺乏的，看对的那个是吧？那工作的缺用，看对缺能上来个上的原本钱就有点不钱，现在有了。所以呢，因此在7年的闭关的期间，长体菩萨每天都心里面在想说，这个法身菩萨什么时候出关？什么时候为我传授佛法？心里面都一直这样一个想着。确实，那时候可以的，看看你们大概这账目钱的传递钱，但工作的主要是安全，那时候确实就是你们大概可以提起钱的账目钱的目的的，所以那个对不对？每天都在这个可以说整理清干净法身菩萨所要传授佛法的场地。这个如果说只要一出关的话，都会需要传法仪，因此呢，场地都保持干净，每天都在做打扫清净。当然是没那个，但第一个呢，真的讲究什么道德问题，讲究什么什么情况缺乏，定义这个让的大了去能对，那么一个这个不行，那真的面对是到必须上。
근데 영화는 차고江南的对到了些到罗斯去草皮，从没有我妈叫我对他讲，伊拉这个太大了的，江南太大了的那个觉得罗斯，从没有我妈叫太大了，他们这边的那个就大多数蛮大的，你们到过那个缺乏你们过了这样的，缺乏那个工作就是那个这个你们那是的事情，那你可以你们过了这样的说的缺乏可以常常涨了水，那肯定的那个。确实，跟350千年，我都从没有国家他们现在700千年，我的地啊，人的都是那么的。好，所以因此呢，因为长体菩萨这个一直这个可以说打扫，以及这个可以说整理环境，这个法身菩萨，这个他所闭关的一个周围上，因为同样的一个这个商人的女儿跟同一起的百位眷属，商女跟那个百位眷属都是跟长体菩萨一起来这个500位眷属这样，500位眷属呢，这个同时跟长体菩萨一起环境这个打扫跟这个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清净感。这个好多事情的恭敬的，但这个人讲究什么？讲究什么就是缺乏。下对你，你他都是工人，他老点老多苦，但你们这个呀，他领导这个面的，他现在是缺乏的，你下对你这个这个让的，从这里就是缺点嘛，就都写下来，把那你的把那个呀，在家庭的中央嘛。好，所以呢，他们一直这个等待着一个，可以说用这样的方式等待7年，所以呢，这个有一天这个已经。这个法身菩萨快要出关的剩下7天的时候，在城中的这个城市中央，这个可以说响起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个法身菩萨7天之后就会这个出关长，有这个响起这样的声音。把那里这样子这个在被这个空中这个听到这样的声音。现在到可能说还能给他是搞不清楚。所以呢，因此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一个欢喜。也让他们搞啊的，那可以肯定，从来就不能老少的。我们买家的觉得，撒娇的街头去是那样的，街头去，如果是他们这个吃香的等等，大多是现在这人就把他们家的，如果是今天打城里去，他们的城里去的去习惯了啊，但是哈不肯定撒娇会长了水的，我们买家的。大部分缺乏了什么？就上网那个可以就是涨了水了，但却囊是给缺了。好，虽然是一个平常都有在准备打扫环境这样，但是已经听到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特别的传授佛法的环境，重新特别的去打扫干净，包括商女以及500位眷属一起来把所有的环境做一个重新的准备跟打扫这样。他的那个人日不前盲目的借钱的，就不像。好，所以呢，这个再来这个可以说这个摆放着这个庄严各式各样珍宝的宝座的当然是也从没有我们在那上的那个个他点钱嘛，我要就是把票的，你吃的钱，强求什么大都有缺乏的时候的人多，或者他就是把定的。就是这个缺乏这个有色的点了把定。好，所以呢，这个可以说这些商女跟500位眷属，所有各自的7都是为这个法身菩萨所有开圣佛法的宝座的殿子者。讲究什么道理你错的去悄悄的。好，所以呢，这个长地菩萨心里面想说，在此地必须要那个洒水的。还有就是呢。有的人我们要我们做不起来的吧？为什么要洒水呢？因为如果说起灰尘的话，环境也会造成这个脏乱的。那因为咱去悄悄的有完了，你去了不了了，当然。所以你因此呢，准备要这个可以说环境要洒水的时候，又找不到水源。就搞的是对的，咱们那个把这些的去马上水下。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前面所讲的一样，被恶魔把水弄不见了，已经造成这个障碍。可能是马上
确早期2年前那个白结方法用不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修学这个非常殊胜的佛法的时候，障碍会出现的更多的。这个那用的事情呢，那有效果嘛？那注意呢？如果说换做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想啊，出现很多障碍，我们就佛法就丢弃了这样。这有些人都做什么不要做嘛吧？如果说佛法丢弃的话，那就越来越会不好，不会变好的。这2年前干了切多吧？所以呢，修行佛法的这个自己的份就会这个比如说这个失去了这样。现在有没有在讲什么道德路的？去参加道路了呀？那你去没有做个演讲，对经济去没那么几个演讲，超过的这样蛮年多。第一次讲什么道路的内容都上面，但去没让演讲，他就对他讲忙嘞，对大家的包括给他心里确保有了话呢，没人明白，或者这个什么话呢？他大个旅碰的，第二呢，差别就是到多少个钱，对吧？好，所以因此呢，这个比如说，因为他想要的环境上要这个洒水，因为一个尘土飞扬，所以因此呢，想要洒水。想要洒水的时候呢，因为被恶魔的障碍把水弄不见了，就算是那个弄不见，他到处去寻找的时候，依然找不到水这样。所以呢，如果说找不到水的话，那尘土飞扬就会弄脏法身菩萨，这样的话就是不堪的，不容许的。因此呢，他自己想说自己身上出血来做洒水的。其实，但各个别的是上不去，但是人就当然各个别是上不去。所以呢，他就心里长体菩萨心想说，他自己身体运用的机会就来临了这样。可是呢，人的脸上帮那个就让人的你特别把下大去舒适。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曾经过去的当中已经拥有过无数的这样的身体，但是无数的身体全都变成了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在这一般人上，大个人的差别。吵架到路上面，全能边上的路车的，差30岁会恰恰打了一个的。所以呢，因此呢，心里想说，拿起自己利刃，从自己身上出血，出来的血，在这个环境当中造成这个去洒血这样。他那个从那个不忙家头发，在他们这给的路差，恰恰打。所以呢，同样的一个对商人女儿的以及500位眷属。同样的方式拿出利刃，从自己身上划出血洒地着。这个期间就是什么道路的，我们太大的生理行动，那么样的一个形式，生理方面吧，用不了脏的这个去，我的这个根本差的，要人嘛多样的呀，刚年这个的，冬年这个的，早年要把的说。所以呢，因此呢，虽然是一个可以说。长地菩萨以及商于以及500位眷属，通通都各自身上出血洒在地上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心依然是非常的坚定不移，而不会有任何的辛苦呢，或者说心理会造成变动，都不会有这样。这个人知道，别心里知道了，他真的有往那个等过一个以上，那你就提醒给他，吃了把这钱毛头，浪费的。好，所以呢，因此呢，这个长体菩萨以及商于500位眷属，对一个自己的善知识，对自己寻求的正法上面，依然这个内心是非常坚定不移的，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所以呢，因此这样的情况下，恶魔都没有办法阻止这样的善取者。这当然是去2年前做的，我点不出啊，我点不出那你去，他今天把这个容易。好，所以因此呢，我们身为一个学佛的人，依然需要一个坚定的内心这样。如果说有了坚定的内心的这样的话，我们的佛法才会圆满，佛法才会就近，那个这个自然的这障碍就会减少的。这个可多了，刚才你这个我清楚就了，那个别说就了了，也这前两句太清楚了。
所以呢，这个修行佛法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一些小小的障碍的时候，很容易会退缩，很容易会胆怯，很容易会内心变动，好像左变右变，这样的话，我们的佛法不会究竟，不会圆满。这里面在老话中好像说，这个全部就经的是这个全部是你的，这个全部是你的，你全部到到全部给就完了。好，所以尤其是我们学的佛法是大乘佛法。所谓的大乘佛法，不是指的说人高马大，或者不是说这个可以说自己的这个强而有力，不是的。听清楚完了就圣全部圣家界了，圣地是吧？我的这个圣的运动的，我的圣的给他前面个加全部的什么，天不对。好，所谓的大乘是什么呢？是这个心胸内心非常的广大者，所以这个内心非常有那个强而有力的决心，内心有这个充满着一个利益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我们平常常说这个发心发菩提心者，所以呢有一个可以说内心广大的利益他人的心者，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这我们就是菩提心的。是讲的是两种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行是菩萨的行为，我们修行菩萨的行为，刚才讲的这个道理一样。我的都是不想。但是呢，强调什么情况？第一个呢，差距增加到有六，但呢，我的心里差距的差不多吧，真正的这个去了吧，今天的，好吧？好，所以因此呢，因为这个长地菩萨以及商女以及500位眷属都是这个把自己的一些初学，然后撒在环境上的一个可以说尘土上面，因此然后呢，就是第10天用神通的力量，把将长地菩萨一行人的所渗出的鲜血化为片满白有形的这个旃檀香水。好像你的什么行为，你的在那个就今天了，我都是难的。非常芬芳香味的转化成一个旃檀的香水这样。我的这个人到那他天天很老绿，对吧？他这就是什么酒，说话定义性的，跟压香的，对吧？不怎么的要处理，明白？好，然后呢，今年一到，这个摩诃菩萨法身从长印中起展，所以呢，从闭关当中出来的。考家都同呢，用是我是跟你带的，但呢，让个心里去考了的有个大，但等于吧的心里去，心里定位去，那个人不去，蒙古也想会去的，这地区的吧，那地方的有个大，讲究什么道德有。那你通往更多事，那结尾好，所以呢，这有100千眷属围绕着这个面前观摩，法身菩萨因为前面那个长地菩萨及这个商女500位眷属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狮子宝座，这个各式各样的珠宝所庄严的狮子宝座这样，所以因此呢，这个法身菩萨就安坐在这个狮子宝座上这样，因此呢。长地菩萨就看见了法身菩萨上。这他妈的讲这什么道德目的呢？在那边弄上面同步图的搞的，对吧？这个不同的，各位一样会觉得多是，但上面同步图的搞，看这一些人，反正上面同步图的名字，对吧？但搞这么问题，我把这个事情，现在这个我的推理来解决嘛的，这样子那个上面同步的图的一样的，我给你吧。好，当下长地菩萨获得如比丘证的第1禅的欢喜跟快乐这样，因此非常的欢喜这样。所以因此，何谓是第1禅欢喜跟快乐呢？因为大家都也没有证得过这第1禅的第1禅，因此更加的不知道第1禅的欢喜是快乐是什么样的。因此倒不如我们讲说一个非常获得了非常的愉悦跟快乐这样好的流程。
他讲的也点点讲的什么就是缺乏给他，可能的心里有可能是绝对对吧？他。然后那个可以说，菩萨摩诃菩萨法身为所有的眷属宣说般若波罗蜜多者。他绝对对吧？老当了地的去苦，给他心里绝对对下的绝对，那个对下的高境的，可这个什么干嘛要他？所以呢，长体菩萨等了这么多年着，为这个佛法这个辛苦了这么多着。当一听到这样的殊胜的正法的时候，内心是多么的喜悦着。当我感觉的那些人，那么当去采个节奏，天天他们就是天天这样，人都很多丢不到，干了一个故事嘛。好，所以因此呢，你看长体菩萨为了寻求善知识，为了一个寻求这个正法，那么多的去辛苦着，即便后面见到了善知识，依然还需要等待7年这样。就是讲就是的绝望来浪神的那个的。所以呢，我们平常讲说要学修菩萨行为，行菩萨行者，就是要学的话，就是要像这样的去学。那因为在马上从浪上面的到了去，用同样那个那样，我们说是那人的，讲就是的绝望的那边啊，我做的，对吧？都是印度去的多国的，那用上去的，也到了用同样的，我的点点用不了。好，虽然我们一下子没法做得到像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渐渐这个一次地性的来去这个开始学习行菩萨行者。那如果说一步一步的开始学修的话，那总有一天一定会像这样做得到。告诉我们，咱的讨论能不能主要的，到20能不能，这个得到能不能已经加过了。所以呢，我们当下所开示佛法的是一个初中后善愿者，所以因此至少我们发愿许愿的时候，也是需要这样的方式来去许愿。肯定讲的什么说法，就不光是现在就跑的是的嘛，他现在就跑的去这样的去看这个神呐，但这个人。好，所以呢，这个法身菩萨就已经宣说波罗蜜多者。那宣说的波罗蜜多又是什么样的呢？是这样的却当这200年的是，写了一个他的行吧，200年多是。这个一切法，所谓的诸法平等故，当波罗蜜多也亦平等的。却当这肯管慢慢也写了一个他的行吧，肯管慢慢也多。一切法无傲慢故，当波罗蜜多亦无傲慢。却当这若几万年的写了一个他的行吧，若几万年多。一切法以为故，当波罗蜜多亦以为。却当这解脱当阿巴慢慢的写了一个他的行吧，解脱当阿巴慢多。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故，当波罗蜜多亦无生无灭。难怪没明白这个写了一个他的行吧，没明白你多，我是我对他说的，我在对样的学的第一门。虚空无边故，当波罗蜜多亦无边者。所以因此呢，法身菩萨宣说的波罗蜜多就是这样。当然这个对他说的呢，这个是吧？他的他们这个这个当完年的这个我带的事情呢，他看大家这边这边这边的呢，就这个他都给去了，他都给那个去给内容，我在这没有。好，所以因此呢，就宣说了这个远离一切细人边的就近的佛法所在开示。你看这人生呢，去给内容，我们的。你这把他就是找让心的帮助嘛，速度的帮助的，我的电板面的，我的电动，这个弱机的，我的通过去，我的电板。所以呢，这个开示什么呢？开示呢这个佛法的真理，这个远离一切的这个细论障，所有诸法都是一味的，所有佛法都是一个无自性的。所有诸法都是一个无实有的障，所以因此呢，所有的佛法都视为一味的障。
到那电中的带宽的颜色，啊，这个可以电说中的带宽的颜色，它确实电中的。这个可以说这个诸佛这个正法这个佛法的一个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缘起这个性空的。这张顶下来是对应写的呀，电中的带宽的颜色，却他们就电力中，电力大了，电力做完就马到，马电的让初步的做完就，电力没得了就，我的挂的目标。好，所以呢，因此呢，正如我们这个平常都开设的一样，一切诸法都是一个这个因缘起而产生的，因缘起而这个可以说安立的，因缘起而这个可以说这个可以说名扬而安立的这样。所以呢，一切诸法都是这个无自性的，没有这个可以说独善独自这个安立、独自实有的这样。这个也来在这里头，老板懂了，说哪个三界的是，那三界的去是那个就哪个意思的话，哪个三界的确实大了电中的，这个侧面吧是这样的，就对于看你大的是这个的。好，所以呢，因此呢，可以说，尤其是我们是一个可以说这个修行佛法的佛教徒，佛教徒的见解是什么呢？见解是缘起性，缘起的这个见解上。缘起的见解，行为是呢无伤害的行为上。其实这个俺那是财务那个账，当这个强制国门当这财务那个账性，哪个给提出热度嘛的？所以呢，行为无伤害或者是无暴力，只有一个仁慈，光是只有仁慈、无暴力、无伤害的，光是具备这样的话。不见得能够成为一个佛教徒啊。那个提出我的这还是讲我的是呢，电中的话呢，电中的完全我是不行。所以呢，这个真正的这个如何去安利这个佛教徒呢？就是一个可以说这个缘起性空，因为缘起而安利的。等下来是通门一辈的，提出通门一辈那个提出。这就那个呢，开发可以进入啊，开发现在要买的现在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的一个不共的这个它的殊胜点，不共的殊胜点。如若不是这样的话，那跟其他的外道没有两样，都是差不多一样的。这个看里面的他马上说大型现象，大型现象这个太累呀。按你地理是那个导到去，出的哪有的内容就来得了去，是吧？好，所以呢，这个不管是任何的这个诸法的，经有这个观察，经有智慧来去判断的这样的情况下，无法能够寻获一个可以说独自安立的、独自实有的这样的任何的诸法都是取不获的这样。把那个三界的解决功能的那个什么到英雄地堂的以前呢，这边嘛是空域给我的，空域才把这个造给你来的。特别是这样的，现在的跑出的基本是都是我们那是这样的去这样的，我的去内容跑出了，英雄太空域的，对吧？我的天，到底。我觉得是差不多是我这，但看到就解决通了一般的，当被解决通了一般，到电中的两面子，我的地头过不了，第一个是幸福。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可以说我们佛教的这个真正的不共的，就是一个可以说这个缘起的性空的一个见解。这个呢是一个必须要按照这个，也必须按照这个来去理解。这样可以说我们佛教的一个可以说这样的一个缘起性空，以及所有的万物最后寻找都会寻找出来这样，所以呢一切都是一个名扬的安立的。这个呢是那个佛释迦牟尼佛从佛所开示的这些任何的一个可以说真理，在这个任何都可以这个一直不断的可以追溯，或者是都可以去研究这样。所以不是说这里研究之后说他像这里最后一个研究，最后这个追溯说追溯不出来，不是这样的。
再怎么样的研究，再怎么样的可以说追溯的话，都是能够经得起任何的一个研究，经得起任何的追溯这样。所以因此呢，我们这个可以说，虽然是讲的是一个无暴力啊，或者是无伤害，或者说这个慈悲这样。所以因此呢，这个我们人人都知道，这个可以说这个或者说人人都想要无暴力啊，或者说这个可以说慈悲这样。只是说我们人当中能不能做得到，只是做不到这样而已这样。所以因此并不是说这个可以说人人不知道，人不是不知道这个可以说无暴力跟这个无伤害这样。所以他可能你这个内容也大几千年，我在根据这个来的，他可以持续经营的。所以呢，总而言之呢，可以说要懂得去观察佛法的真理这样。然后是经营一般隐藏，那应该送的，我的这个当把里呀。一切我的一切提定的，那是为什么他也没关系？你加了钱的，我的这个内陆的车呀，看到一面不同的，看着也就不同的，大几钱的，叔叔的，这个老脸来头了当，我就拉出来去，提他去做钱的，等到人民这个内陆的钱的话就不一样，内陆这个内陆的我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做的，等待你到送小的送人的一下，带来一些我的第一年日本那么太有的第一个呢，这个大机器的，内容出来几个吧，第二看的都是叔叔那个到老的菜的内容那个华人这样的，看人这个评比很好，第一个呢，当然呢，这个内容我主要我来是。好，所以呢，我们这是可以说按照那个。佛所这个开始的经典为做依据、做根据，在这个上面经有自己的各式各样的智慧来去研究、会观察佛这个可以说这个佛法的真理这样。总而言之，用这个可以说自己以智慧用研究来去可以说对佛法的真理来能够去理解、能够去这个认知佛法的真理。加上我的这个他的侧面。来投下去，我到看待这个东西，他去讲，他到一定层面来投下去。所以这用自己的限量来去了知这个佛法的真理。那另一个隐藏，当代的确的双眼皮，还全部进入双眼皮，这个内容的这。所以呢，在刚刚前面所宣说的这个殊胜的正法，就是因为你宣说这个佛法的真理。是的，这他们这个内容的两版的。人家把他们这个就要把的是，所有诸法的真理都是这个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没有不平等的。加上当然如东高，东方人如说，如那些东方人们也老是这样的，奇怪的，是吧？这个呢，正如我们这个比如说四即是空这个空即是四，四不异空，空不异四的，这个呢是这个一样的一个这个道理。如东高是什么？如人性的嘛，这个的定义啊。好，四即是空是讲的什么呢？这个四就是一个它是无自性的，是这样的意思。当我你说是给如一定的内容，得看到你的，如的人性的定义啊。而且呢，空这个空不异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可以说四上面的一个无自性就是一个可以说这个佛法的空性的安立人。我在这里也买，这是他们这个内容的两百人。所以呢，这个一切诸法的可以说真理是这个无不平等的。等你讲的什么就把就可能现在就把这个的，他必须上去。哎呀，他这里呢，你这那时候最近这个，他的就是这个东方你这个点的，讲究什么大规模，就什么的他突然他都。你啥叫定义呢？没有一些故事，确当的让心里面嘛，要么你是这个定义怎么说的？定义这个国家差，出去拖个多事，他这个可能是呢，确的，确的内容的锻炼，他们他的连他长啊，这就是一个不懂的，我到定义自己我忙不去点的。好，所以呢，因此这个可以说。法身菩萨这
宣说这个诸法的这个真理，因此呢，可以说长体菩萨已经获得了一个可以说能够了知佛法的真理的这个这个三摩地的。定因是我家差是多，家家从具头们就多是多的。这个630摩地的。但他道路没讲究什么，但他讲究什么道路没，道路上面长面讲的，就有的定因是多了，提前传了全部一样，是他都是这个的。道路呢，确保安全公里，讲究什么道路没得了，所以定因是多了一个，提前传了嘛也是。如是长体菩萨诸见无数佛，获得法缘三摩地，就算是大乘四了道也不满足障。这就是一个，比如说长体菩萨呢，还没有见到法身菩萨之前所得到的正量的。人的人呢，第一嘛这么简单，但是呢，仍然不满足障。苍狼千部都有嘛的，苍狼千部是你看这是什么？苍狼千部跟着强中的生建立，对吧？天不千部确数，天不千部结束出，强中的生建，天不都到不天不的那个。好，所以因此那个可以说，什么叫做大资粮道呢？大资粮道就是一个，比如说，已经从一个这个菩萨，已经得到了一个菩萨的升起菩萨心，已经成为一个这个大乘修行者这样。已经这个到达了这样的一个正量。但这个到了特别好的，地方这么简单，开心超了的哈中的2个千部这个开千部这个上千的，真的那么超得起来。虽然已经达到了这么样的殊胜的正量，但是仍然他去寻找上师，看成为非常的重要，也因此去寻找上师者。这里有个印章。你做完印章，你放在连着一个老母，你说的是呢？什么情况？缺乏它，给他加密，你去带个印章，你心里出现的那个代表的概念，你差别吧，你去每个月去的时候都是差别不多少。好，所以因此呢，亲见跟自己有缘的上师，这个无上摩诃菩萨法圣者。那上师法圣传说佛法，也因此呢，如理的去依止善知识者，长体菩萨如理的去依止法圣的善知识者，那最后呢，获得了一个八地的菩萨或者菩萨的八地者，对不生法获得人如者。这里有个印章，三界佛图的，我的三界佛图出来的，就是西南毛过的钱，大的。这个生意，那么托办的，我的那天里没有钱，到了中国啊。所以呢，这证得了一个可以说八地，这个可以说菩萨的第八地者。因为呢，可以说这个没有过多久，这个仍然在当下那个听闻这个佛法的真理的当下，这样的时候呢，就已经获得了一个菩萨的第八地的这样的证量。他可能这里面呢是马达山顶的那个是。马达山顶，上堂里面个说的是我们做个表达事情，也把也到的了，大把少数去，马达山顶去，你马达的了，可能就是感情场面是不创造来事，知道？感情场面就创造了什么方式？感情场面创造的跟心里大把都是同步的。好，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可以说菩萨的实地，这个可以说从第一地到七地，这个分为叫做不清净之地者，不清净七地者；从第八地到十地叫做清净之地者，清净三地也可以说清净三地者。虽然在不清净七地时，需要用圆满无数大劫来去累积资料，才能够证得这样一个可以说这个可以说第一地到七地的证量。就通通是这些都要了。不然的话，这个没有办法，这个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证得这么殊胜的质量。人类呢，当我们那个就是通通的去的这个三界外到通出来的，反正少的是呢。但为什么长体菩萨那么样的一个短时间当中，
能够证得这么殊胜的这八地的这样的正量呢？这个让民族送啊，那是的，有过的那个让的到的做人的让确保了新年变成简单的把这个对待有的说是。好，所以呢，因此这个如此这么这个可以说修学道德迅速，长体菩萨能够证得正量的道德这个正量的迅速是什么呢？说是主要对自己善上师法圣进行了无法批拟的医治者。我在这里的，但是你喜欢这个没听清，没给新的，你这句话怎么说？打巴士，但早晚的那个要打，但是喜欢的那个是但那打巴的了，但是头头嘛的，你早的你。这个年龄有什么交代？你早晚那个拉出来我要把的。好，我们现在这个看那个这个初中后善愿，以及我们刚刚前面所开设的这些的内容，就是一个依照我们初中后善愿的根本文，依照这个本文在做开示跟讲解上，所以呢，大家都也必须要这样的理解。接下来所要开示的是就是这个愿与人人义相为战。第四个，这个我看得到我要的是呢，你喜欢的。好，第四个这个科办是做这个在许什么愿呢？这个每天就每个月新的，里边中国的做，这个马这个说什么的都没有。好，所以呢，这个第四个呢是祈愿不随走正法相违的恶知识跟恶有障。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这个碰见恶知识跟恶有障。但这个早晚的干的就是呢，早晚的呢，特别是吧？特别公的团的七窍白是七窍白，当前到多么的前往不，每个是地位创的在广东那边的话，我就解释。好，这个的本文呢，这个本文是这样，你们都有看那个手机的话，我有个手机里面有跟翻给大家的。那愿与能忍义相违，宣说断常邪见执，诸恶知识及恶有，永不随顺彼等走。这个가르마는 요구요 그래서는 말하면서 이제 토가 좀 되게 공부하다 뭐 뒤에 이제 나온 거를 치료니 계획입니다. 저것들아 맞춰서说。好，这个在许什么愿呢？是这个可以说跟大师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这个相违背的这样的恶知识跟恶有，我不跟他们走这样的意思。这样肯定确说呢。아니 소소도 좀 된디기 아니 뭔가다 아니 실제로 말라나 근데 쇼로와 所以呢，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恶知识或者说这样的恶业的话，那一定会这个比如说对佛所开示的内容相违背的、相反的，但恶知识会走向恶知识的恶有障。这个这个老面包的对面的把这个说是的。所以呢，希望祈愿永远不相遇、不随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这个邪道跟邪知识的。老把啥过吧？邪道都知道吗？走过路嘛。这一张我在那里去，我把这个看的那叫有谁呢？好，在第五个看一下第五个科办，我有这类型。第五个科办，我的第五个科办当中许什么愿呢？当这个台上补充起来的，当不能现在的上班那么大的地方说什么别讲过来。好，所以呢，祈愿升起闻思修动机都成一个利他的亲近心者。看来的是呢。拉上那么长的大前前的是，就是那么面的弄的个，他说我们就是领导呢，日间后来做的主要的说什么就说好，这个时候做什么样的许愿呢？
愿扬殊胜清净翻着，这个应该是翻的。趁着精进不懈风，巧舌文思修巨轮回海中度有情者。但你们看这是他的学生说啊，公，哪人说公里面把忙多啊说是，公的现原上的老情况啊说是。好，这个里面许的是什么呢？自己动机，希望自己动机不要变成坏的恶的动机，希望把动机成为一个利他人的这样的一个清净性的动机的。哪人是但假话，假人但假话看到看人呢，今天为啥不用完了？说不能的那两不能。好，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修行什么样的佛法，不管做任何什么样的事情，它的成果好与坏都关带于自己动机的好坏的。假如不能把去成为呢，不能那么大问题了，你把成为呢，叫我扛起吧，扛起你给我。好，如果说自己的动机是不清净、不正确的，动机是一个可以说是恶的、坏的话，那可以说自己所做的事情都将成为一个这个罪业、罪过、恶事者。我们上午讨论这个叫我看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好，这个只要是一个这个可以说好的动机所做的事情，都将会走向一个善事功德。给做的去每张第结果的电话都没有嘛。这个走向善事功德的成果，只有这个善果，没有恶报。那天呢，老师那么大概是这个，那天的推送出去了这样，别呢，好像是就是话，我们今天地那里呀，从不到，家从5个人能做的，搞死，这个慢慢一呢，从我这个家从那都2个重要。好，这个是这样，就好比是举个例子，曾经这个过去当中，很多商人去大海当中去取宝着。假如如果你们说的这个这个呀，纯的多吧？因为在大海之中要取宝的时候，一定要乘船着。在这一站，你最起步，这这样的纯的青年。出去在我当的更多是，那弄的全部种的是，出港的呀，弄的大叫的，大家都全部种的多，这弄的可叫的，可把一个地下不要的，我这了店里不要的。所以呢，因此必须要这个乘坐那个船的时候呢，必须要坐大的船嘛，大的船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大的船上面，这个可以说。要那个势力那个帆船着，帆这个船帆。在这一张，你看这人是在龙的桥梁过一张，龙座桥的店面，你穿的起来，那多过来重要。因为这个势力这个可以说那个船帆的话，因为船帆而能够得知风是顺风还是逆风这样。因此，趁着这样一个可以说大帆来这个顺风站的话。船只的这个航速是相当的快速的这样。要不去别的，如果是真的到那头了，要不。所以呢，如果说航速越快的话，你想要到达的目的地就很快就会到达的。对地下。所以呢，这个是举这样的例子这样。发生那么他会大千世，发生那么大的不能的，大千世的地下。好，所以呢，因此把这个举例成一个清净的意乐的这个利他的心，把举例成一个船的帆这样。天边也发生的，是吧的？大千的白下，所以说军旅的弄的白下的，弄的大千拉手的大千的有干了，是吧的？这个一张。推上
최바의 쌍보다 고만 도주 제토이하다. 所以呢，因此这个可以说自己的清净的意乐的心啊，清净的意乐的心，把比喻成一个大方丈，把自己的这个精进，自己的努力，把它这个比喻成一个风杖，把自己的一个清净的意乐跟精进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这个顺风两个结合起来的话，才能够做到一个可以说这个如法的文思修长。대단히 때는 위제에서 놓았으니 당시 거의 가서를 봐. 저토마다 저토마 용료레스 依此长这个能够这个一切众生从轮回的苦海中能够可以度化着。被下面的另外的就是在国考过的，另一个别的主个别的呢，大区的主些个的人的动作做的点呢，我的区别呢，你。 출제부 같이 하는 디파울을 조금 더 도를 와, 저도를 와, 뺏기는. 就好比是一个船只，然后船帆，然后呢就顺风。如果说顺风这样的一个走的话，哪怕是自己想要那个可以说渡过的海水再怎么样的大的话，都能够依然安然的可以渡过去着。当我们做干部的是呢，马上那么大不起，但也不能的。 好，所以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需要的一个清净的意乐，就是刚刚前面讲的一个动机上。好，在这个依这个还需要一个这个不懈怠的一个精进的。当然是也特殊方面的，但特别的上班的方面就是在下面，这个那电年的已经快穿了，主要对呀。 好，所以呢，同样的还需要这个文思修的船长，把船只把它比喻这个文思修比喻成一个船只长。如果说这样的话，才能够把那个可以说有情众生从苦海当中能够可以度化着。好的，他这个人能理解，但你开全部知道，公司的还真开全部的。 好，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可以说这个也是很重要啊，这个尤其是一个动机非常的重要。但是不能呢，上过国的大概的情况是对的啊。像我那么中国就是上半身啊，杀到那边上，上半面呢，杀到那边呢，他们就上半到了，然后是送多啊。好，这个可以说这个中国大师有这样的开设，这个意乐妙则地道妙，意乐恶则地道恶，一切观待意乐故展。这让我的身体在那里一样，不如去上班当的呢，体力血压给偏不了。好，所以呢，一个这个词句的一个可以说含义，如果说好好的思维的话，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的。反正去年龄前的咱们马赛的让人的那个老家的那个上面的看得清，老早看得清当会不会面对我的第一心里好，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这个词句的意义好好的思维的话，不只是我们修行佛法当中有相当大的注意以外，平常自己行事作物当中，我们必须要这个提起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从这个词句当中能可以理解着。哎呀，那肯定得想。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大概今年说的。